好啊，嗱，肥佬黎咧就判咗20年監啦，咁啊有人歡喜有人愁啦，咁啊嗱，佢判呢個刑罰咧，咁其實咧我就唔評論咁多啦。有時咧，我哋好多時咧都會好容易跌咗落去一個立場嗰度，而喺呢個立場當中咧，我哋亦都好容易被到牽動啊嚇。如我所説，有人歡喜啊，咁啊有人直頭即係興高采烈嚇，開晒香檳啦，咁啊但係有啲人咧亦都覺得，喂，肥佬黎啊判20年，咁佢都78歲，仲有20年嘅監禁，咁其實可能係即係好長嘅一個刑期，即係對於呢啲事幹咧，我覺得咧真係唔好有任何嘅立場啊！咁當然啦，作為一個愛國愛港嘅人咧，即係亦都唔需要話喂佢判咗20年再踩多佢兩腳嘅，係咪？咁佢已經有翻佢嘅刑責喺裏邊啦。咁所以我成日都話去立場化，去立場化，唔應該決定自己喺任何一個立場。其次就係我覺得咧，做人咧，尤其係一個對事物有另外一種睇法嘅一個人咧嚇，我覺得應該係做一個 observer。即係一個觀察者。其次，如果再高嘅層次咧，我哋叫做研究者。究竟呢件事帶動到啲乜嘢嘅道理俾我哋咧？成日都講啦，太陽底下無新事啊！呢啲事幹啊，其實日日都發生緊啊！無論任何一個地方啊，世界每一個角落，正所謂道法自然嚇，即係所有嘅嘢嚇發生都有佢嘅原因。咁好似肥佬黎話齋啦，即係佢認為咧嚇監禁咧嚇其實係一個 meaningful 嘅嚇有意義嘅。咁所以既然佢都覺得有意義啦，咁我哋都無謂話即係再加把嘴落去啦，係咪？咁當然啦，你有你嘅意見，我有我嘅意見啊，咁啊亦都係歡迎係有任何嘅立場嘅討論，都係正常。咁最後啦，因為始終係一個爭議嘅事件啦，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歡迎去討論嚇。我係商道嘅 James，加油！